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上舌袂裂，台語安尼寫，上舌袂裂，就是40歲到消防無暢開。這字舌是40的意思，是4甲10這兩字的合音，是古早漢文的寫法。像講，我今年47歲，會使講我今年舌7。阿姨保養甲真好，雖然舌外歲啊，看起來猶真少年。上舌就是表示過40歲來到中年半老老。上舌袂裂，就是講人到中年萬事休，有迄個心，無迄個力。生理的機能開始來落差，心理嘛豆豆啊失去着少年時陣的迄種風颯颯。就親像迄句廣告詞：40歲查甫人剩一支喙，所以身體愛顧，唔通7少年8少年就稀咧咧，安尼恐驚才40歲就真正上舌袂裂。上舌袂裂的裂，裂影機、裂影平、裂雨傘、面裂裂，攏是一字裂。今仔日的台語字上舌袂裂，實在真趣味。